咱吴建良理事长呢吼，已经嘛担任即个台南市团体中医疗协会理事长，几年啊？即个我袂记即个是。呀，就是从开始筹备吼，到即个应该讲抢救即个顾医啦吼，就一路拢是即个黄理事长拢参与内底吼。所以今仔日因为伊本身是即个留学西班牙吼，所以伊想讲结合即个西班牙转型正义的即个过去的即个经验吼，甲即个做筹备即个协会甲到即马就是讲。即个纪念有这种相关的活动吼，一直就是有除了协会本身以外，吼嘛包含最近有即个走找到这种的即个电影嘛，纪录片算是纪录片吼，即个伫电影伊有咧放送吼，那假使还袂去看的吼，看会到就是会找一个时间去看吼，来支持即个伫一般商业市场来讲，较歹销的即个电影啦吼，可能。需要透过咱 YouTube 吼看过，搁报大家来看安尼吼，才会当互较侪人来认捌听这种故事啦吼。今日咱这个机会，咱吴理事长对台南来吼，咱就来时间交互吴理事长。好。我想要先问一下吼，在座有人有去看过迄个？电影的人，敢有人举手？所以其实人无好。安尼，我一开始先，这个叫啥呢？这个叫啥呢？专业过程。无这个嘛，这个影响，你这样做会食，没事没事，垃圾，安尼垃圾，安尼对。因为我原来要放迄个谢明佑唱的迄个歌，即个大家电影院哦，拢看袂了，电视就拍，还谢明佑的歌，我猜写得很好，结果大家拢无听着啊。我想我今仔日要含大家讲的是即个体育奖吼，和即个西班牙的转型正义哦，我会分做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先让大家知影体育奖是啥物人吼，是真重要吼。第二个部分就是即个转型正义吼，转型正义的这个头吼，西班牙的转型正义。上尾啊，还佫转来阮作为一个民间团体吼。伫体育奖的即个代志顶头，安怎去落实民间家己的转型正义吼？这三个部分，大家来解说吼。好。一开始其实和电影共款吼，即个到底啥物人是体育奖吼？即个代志其实，嘛是基于电影内底一直要和大家讲的吼。
好，像你种其实吼，伊是一个真特别吼，而且伫办的中间吼，应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即个小牌架。那你像看到这相片是，像这种因兜的门口，迄个因兜的旧厝的门口吼，有3个字无去啊吼，3个字无去。啊，当然我甲伊问几人改吼，因兜的人个所有人讲，毋知啥人用的啊。但是我规个表情，我就知影迄一定是后生用的，一定是错的。因母也无可能哦，一定是伊用的哦，但是伊拢讲毋是哦，伊一直拢讲毋是啦吼，伊直拢讲毋是。啊，因为我熟悉因后咧真久啦，吼嘛真久的时间啦吼。其实影片内底咧拍的时候，我大概拢伫边啊，吼，只是我将来要出现啦，我内底拢无出现啦，敢若爱开门的时候，我才有出现，其实我拢无出现啦。就比如讲伊咧问伊，咧问伊说，我这啥用的啊？伊嘛讲我毋知。但啥我确定是唐德宗，是因为我即摆是厝主，迄个唐德宗纪念协会是一间厝的主人，所以即摆是记伫阮的协会名的卡了对啦，所以是信托的，信托等于阮的即个迄落吼，所以伫阮的名下就对啦，的厝所以伊吼其实我是迄个所以其实伊伫即个过程内底，我知影以前的厝主是啥物人。伫1942年的时阵，迄种人过户过了，进前的厝主吼，是即个有哪是伫后来白色恐怖吼，白色恐怖向掠去的即个张大邦先生的厝。张大邦先生是后来，张大邦先生因兜先住一间，1927年的时阵住伫遮，然后伊遐出世，出世了，因兜搁来卖互唐德宗，然后唐德宗先1947年先跳去，了，70年代换张大邦掠，但是无清杀吼，伊是被7种部首掠去吼，所以但可能足少有一间面体厝啊吼，迄个看过即个第二版。一直到白色恐怖，但是伊两个是前后吼，前后挂吼，所以中华帮的因兜的厝伫遮吼，迄个时阵，中华帮因爸爸的名是5字，毋是3个字，所以即个厝主3个字，敢若一个人叫唐德宗，无就是因后生唐崇武，但是无可能是因，这是日本时代用的，所以若毋是中华帮因爸爸就是。中华帮爸爸是因为一个字名，因兜毋是3个字，无可能坑因太太的名，所以一直是伊的名，但所以毋是，所以我就来讲，当然我无甲讲是啦吼，但唐宗为虾米人即个代志是，伊的身世真特别吼，伊是，这是伊用庆山一讲报纸写叫做台南暴徒板井德章，那。板井德章的起源啊，伊捌入学的时候叫林德章，了一开始叫板井德章，上早叫新居德章，了改板井德章，尾仔佫改汤德章，所以伊一世人吼，敢若姓吼改4届，改4个了。啥有这4个姓？是因为爱为因兜的家族我开始来讲起吼。今年3月3的时阵，即个。台南阮办伊的纪念活动的时候，非常特别是，今年是第1届吼。当然咧，28可能真少有，因为28的即个纪念活动做国际交流。当然，佫是第1届吼，就是即个伫熊本的鱼土市吼，鱼土市的市长鱼土和雨辰，佫隔壁一个丁正乡长吼，因3个人，佫议长拢来参加。是安怎吼？是因为唐德宗的爸爸叫做。新居德章，就是板井德章，其实是伊去用领养吼，所以改死吼，所以其实因兜叫板井家啦。板井家的古厝呢，伫即个鱼土市，鱼土市的市长，去年11月的时候，伊就派伊副市长先来台湾来找我，佫找市政府，讲因的市长想要伫明年3月3，有机会，你若办纪念会想要来参加。伊想要来亲自来台南吼，
啊，伊当然伊是证明日本，所以想的不只是这，伊希望佫有都市的交流，未来当都市的交流。啊，但是伊希望这个都市的交流是非常的特别，按对一个伫台湾的过往的人，牵起两个都市的这个交流。啊，所以就讲啊来了，会当含台人会当有一寡迄个真好的交流开始安尼个。那伫迄个时阵，因板井家。啊，板井家人闹倒来，今年伊是台湾文化协会所有的活动，差不多拢伫台南，足侪活动会，比如讲夏季学校啦，哦，或者是即个演讲会啦、新剧啦、演戏的新剧，拢伫台南。那我相信伫迄个时阵的团体中，应该拢有接触到。那其中有一个证明是即个，伊应该有熟悉因兜的人是，即个台南有一个。台南有一个有咱伫过往的叫做王玉林先生，叫王玉林先生吼，伊是台湾第一检察官吼，王玉林先生，伊的小弟叫做王玉丁，王玉丁的太太讲算媒，含特别种是做伙倒来台湾，因做工作，因为拢台南人，所以为东京做伙坐船倒来台湾。啊，有算媒讲着伊船长那未开讲，啊因为拢共乡的嘛，因做伙烧酒倒来，所以我想。啊，因为王爽的如此贵心嘛吼，啊，所以无搁进一步啊无，但是看起来应该伫台南的时阵，可能应该是同这种认为熟悉着王永林领导的人啊，应该是有接触着啦。吼，当然因两个年岁有差啦吼，伊王永林比较大汉，我人有吼，啊嘛较早去日本留学吼，啊伊去有苏控年啊去的吼，啊所以迄个时阵呢，台湾呢。不管是民报啦、顶文化协会、演讲会啦，等等，拢伫台湾不断咧出现了对啦。啊，迄个时阵嘛，拄好是国际左派的即个思想吼，伫全世界当咧请的时阵吼，啊，所以有真侪民间的即个社会运动，伫日本时代迄个时阵嘛开始出现，吼，开始出现了对啦。啊，伊无一定参加，但是我相信同一种伫迄个环境内底应该有受到遮个影响了对，受到遮个影响。那迄个时阵呢，台南嘛开始现代化，伊迄个时阵咧读册时阵，台南开始现代化，开始有即个现代化的建设出现吼。1930年代开始现代化的建设出现，啊，迄个时阵伊嘛拄好咧做警员的时阵吼，然后迄个时阵现代化，啊，所以台湾是非常的进步吼。台湾迄时阵，你看以前有即个水沟啊吼，日本时代已经有水沟啊吼，国民党来可能佫毋知影，佫毋知影佫毋知影迄个水道头是啥物物件吼。但是日本时代已经有即个水沟啊，吼，已经有污水处理啊，啊，所以台湾其实伊讲年，这是1930年代的时阵吼，即个台湾已经有迄个时阵已经有现代化，开始现代化，接受即个现代化的即个，那当中应该是伫即个过程内底成长的读册、成长，然后做即个考虑警员，啊，其实伊是一个头壳非常的好的，啊，这是迄个时阵都市计划吼。啊，迄个时阵开始30年代开始有台湾的选举吼，开始有选举吼。日本时代台湾会当选家己的即个代表，吼，议会代表。当然是全面的啦，但是上少开始有选举吼，比国民党较好淡薄啊。所以，他这种威力，伊退学了，然后伊是等于国小毕业，然后爱去即个考警察。所以是考掉了，也未满18岁，开始训练的时候才18岁，所以菜点仔自家互摕掉了，就讲，你也18岁你会考，啊，但是迄个已经会当训练啊，所以算会使，所以就互伊做吼。所以是迄个时阵，警部部吼，台湾上少年的台湾人，上少年的台湾人，对，上早的做警部部吼，啊，了伊就开始为基层的警察巡逻一直做警部部吼。警部部其实是差不多分局局长啊，分局局长嘛是已经足大啊，足恐怖啊，已经足大啊。所以你只要看伊的相片，伫台南的警察局的头前吼，旧的警察局以前是台南警察署啦吼，头前吼的相片你会当看出，他们这种坐第一排，伊坐第一排头前迄5个，又配刀。又也刀，后壁囡仔拢徛几百个，但是坐头前迄排，会当坐头前迄排的人，差不多你甲算，遐人10个，就是这10个台南上大个，警察内底上大个就这10几个啦，上大个就这10几个，连每一单伊拢翕一张相片，爱坐伫上头前，
你是北京一个上头前啦吼。啊，所以伊其实是台湾人内底，伊其实真巧。我感觉伊是真好读册吼。你要看迄个人愈白目吼，其实愈好读册吼。你看伊迄种退学哦，伊佫赶快会当写讲啊，要用退学记念就对，感觉足骄傲就对。然后伊就去考警察，伊讲要考伊就考掉。那么警察哪会晓考咧？警察毋是干那讲也表演武术就会调咧，有哪爱考笔试的咧，爱考法律的咧，啊所以伊就调啊。啊，就是迄个进前伊有咧创啥货，无我去小伙团，伊若创啥货，伊都无工课人做啊，行倒去厝同伊母阿妹啊，考即个司法考试。所以是司法考试啊，高等文科考试做伙集结。啊，即两个考试就是台湾即摆个，那用台湾即摆来讲，就是历史啦吼，考调历史含高考两个拢调，两个拢过。啊，表示即个人走去本读2档尔，读2档苦读，读得来了就考调。所以其实一个国小学历吼，其实读应该是真好啦，应该是真好，看会出来应该是真巧啦。所以伊安队做警察，变成去考历史，是完全倒变的，是啊，伊考历史吼，啊，考历史了，倒来台湾，伊有缘对众人的代志有兴趣，就是政治有兴趣，所以一开始伊去接台南南区的区长伫遮吼，区长南区唐德忠吼伫遮，接南区的区长，接到8个月，啊，因为省政府规定，即个。袂使历史袂使兼公务人员，所以你若要兼公务人员，历史爱辞掉。我靠，用辞掉历史，安尼我歹做啦，区长歹做吼。这是伊做历史的时阵咯，伫来台湾做历史的时阵吼。所以伊安尼警察变成历史，所以伊伫台南风评真好，做历史差不多乌白两高拢会使处理。所以迄个时阵，阮有问着说，以前是新店，台南有一个算叫新店吼，是以前的即个风化区吼，内底有本岛人的含外国人的，台湾人含本岛人的分开吼，本岛人含日本人的分开吼，无共的叫游客啦吼，就是咧佚佗的所在吼，酒店吼，迄区吼内底人大家拢熟悉伊，所以我尾仔才知讲，原来因兜饲的狗，就是迄个所迄代的老大的。送伊的，因为我后来有找着因的后代吼，伊话讲迄狗是伊送的，因阿公送的，话可能是，比如讲，我著拍官司无钱，无两只鸡仔咧缀一个，无两只鸡仔互伊啦，好来要咋，两只鸡仔收起来，所以因兜啊动物园哦，饲狗啊、猫佫饲狗，所以后生印象上深的就是因兜有两只狗拢会去人迄只狗，就去只狗扒，因狗扒好看吼，所以只狗就歹吼。因饲只狗伫，那伫历史的中间吼，发生一件代志，叫做治警事件，就是即个，即个即个代志简单讲是安尼，就是讲有一个法警吼，法警啊吼，法警，有一个警察违法啦，含即个市长啦，等即个人做伙违法啦，违法了呢，去互掠去，法警呢？司法警察含检察官要去甲掠，警察叫甲保护，不但甲保护我会互伊掠，佮甲司法人员开枪，这够正常，这是正常，这是国民党来时非常的正常，因为我就是法律，对中国人来讲，我就是法律，法律就是我定的，所以其他讲。完全无法治的观念啦，但台湾人，你也知影，按对日本时代的训练，其实是有足完整的法治的观念啦。所以唐德宗写一篇非常硬的文章就对啦，这是我即摆发现的找到的唯一一张伊的亲笔写的即个批啦，其他人拢已经无啦吼。我有问过真侪人，其实伊拍遐侪官司啊，阮找足侪民间的去收吼，有。别个拍过官司的人，拢无手头拢无迄个物件。我来想会对，应该因为伫礼拜时阵吼，唐德宗是死的过程，伊向清洗的过程，差不多全台湾前市民拢知影。所以恁兜若有含有关系的物件，你倒一定拢烧掉，绝对袂当敢留。所以你有听过伊拍官司的吼，倒去迄个官司，我记去，骂你迄落去，以前有叫伊甲咱
甲咱这个提餐地倒来，迄紧烧掉，紧烧掉，然后知影咱就找伊含伊关系，所以一定总烧掉吼，总烧掉吼。啊，所以即张是因为是公家机关的公文书所以留起来，因为伊写抗议批去行政公署，啊，行政公署就爱留底嘛，啊，就甲留起来，啊，所以即张就留来伊亲笔的字，所以伊的字足水哦，伊的毛笔字下面更笔啊，这更笔写吼，足水吼。啊，迄个时阵呢，唐德宗是啥货呢？自由人权保障委员会的成员，吼，伊是台南的自由人权保障委员会是啥物物件吼？伊是一个谁啊？伫迄个年代，中国政府会当因准台湾有即个协会存在，战后的时阵，因为即个物件是中华民国政府伫上海一寡即个外国人的所在拢有的组织，的民间组织。所以你袂当人讲，啊，我嘛要有，了人讲，喂，你台湾不能有，袂使，因为拢是祖国，所以一定要互你有，所以伊就成立，台湾就成立足侪自由人权保障委员会，来我大家报告，我后来有现全部资料，所有的北中人自由人权委员会的头人，伫228全部拢死，无一个我，啊，拢种有名，哦，啊，第一个台南的主委叫做唐德宗，哦，赶快死吼。然后才有一张，这是迄时阵王神仙查女士互我的吼，被王玉林的太太互我的，伊送我一本个提审法，就是即个王玉林写的。伊本册吼叫做《提审法解说》，提审法啊，提审法就是讲警察吼出证件甲你讲，我要甲你了。哦，你安那，你会当安那配合安尼就对，就是人身自由的保障，伊要甲你提讯审问的法令，所以伊出一本解说就对啦，是受台北市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委托写的。啊，伊即本册内底写着啥货呢？伊互我，伊就讲，伊讲会当互。一般民众就做一寡参考，对人民身体自由的保障有偌侪贡献，安尼就是我无上的功用啦。1945年写这应该会用清爽。既然你甲讲，迄个人民面对警察时，对家己的个人的身体自由就对，爱有一寡想法、看法和保障，即个。这其实就是最简单，这就是民主，这是基本的民主法治的教育啦。就是安尼的物件，民国36年伫台北王玉林，安尼的册，当然袂使出，当然无甲你讲袂使出啦吼，但是了1947年，像这是36年1月1号吼，就是1947年1月7日出的。2月就来强调啊，这王玉林写，伊是台北无去的吼，伊无找到尸体啦吼，所以毋知影伫倒位吼，等于失踪吼，啊，这是伊写的吼，所以伫迄个年代，差不多是安尼的物件。然后唐德宗后尾啊，伫即个3月11号2发生了，台南市其实无受到真大的影响。啊，台南县死真侪人，吼，以前旧台南县吼死真侪人，即摆拢是台南市啦，吼。台南市无真大影响，是因为，第一唐宗是治安组的组长，所以伊一开始的时阵就有去含即个地方的角头乌道先叫来食饭，先敲好，伊知影因会乱，所以先敲好了，就是伊是爱当敲。电影内底是做了较温柔啦吼，但是我个人知影毋是安尼啦，无是较粗鲁淡薄啦吼。你食饭了，咱食袂使落去吼。啊，第一唐德宗做过警察，所以袂客气，伊对乌道袂客气。伊合遮人讲话绝对袂客气的，所以应该是有哪甲半威胁就对了。你若甲我安那对，你若出来乱就对，我绝对甲你解决就对了。你莫像我毋敢就对。啊，别人讲可能乌道袂信啦。但是唐德宗讲，可能大家拢会信，因为伊捌做过警察，而且警察拢足熟，警察单位的人伊拢足熟，有诶拢因学弟吼，所以拢知影吼，伊有法度真正有法度处理你，而且伊家己个历史吼，所以我相信会听伊诶话，所以伫台南迄个时阵是非常的平静，
为什么物件咱证明非常的平静呢？伫200事件发生，台北发生了呢，全台湾报纸全部拢无出，中拢断去，3月初拢无人有报纸出来。全台湾咱一间报社，为228一直到3月中，报纸无一天断过，逐工拢有出。因为报社叫《中华日报》，因为2、8、3月初1、初2、初3、初4、初5、初6，逐工拢有出，就表示安那无乱嘛，无人去遐弄嘛。伊伫火车路头前尔，一定向围起来啊！你含台北、含台中迄时呢，台中的即个凤山站、放松站迄带啊，规向炸起来，就向抢起来，啊了边仔有死足侪人啊！台南拢无发生即个代志，所以一定是治安有关的，因新治安做组长是同这种所以伊处理，所以台南并无发生动乱的代志，无发生动乱，所以。其实是真平静的，所以报纸拢有当去继续出，拢无停刊。无停刊的结果呢？结果3月11号迄天，所以伊3月11号迄天，伊甲因兜人讲，伊去市议会开会，要结束啊嘛，要甲治安委员会结束掉嘛，已经命令已经落来，袂使阁有啊嘛，爱先来讨论看后手要安怎处理啊，收起来安尼吼，就去讨论含蔡廷展啦，因遐一寡。议会人做伙去讨论，讨论呢，当时呢，即个中国兵马入来啊，就总杀，就全部拢掠走。3月11了，掠去就送去国民道场吼，国民道场就是后来国民党调查站啦，情报机关的迄个所在，伫台南的殡仪馆的边仔，即摆殡仪馆的边仔吼，就去先掠去遐，掠去遐，迄个所在的功能就是刑啦，刑啦，所以全部人拢有用刑。拢有用猛用刑着，迄毋是啥物合法机关啦吼，迄军事机关，去刑了，隔天12号就送去台南加甲，然后12号送去台南加甲了呢，13号的透早，因就叫张友忠顶人来开一个临时的，你讲迄叫做判决。嘛毋是，其实嘛毋是哦，因为在场电影迄个部分做了无仔细考证的，我感觉嘛紧啦吼，因为唐德忠无伫现场啦吼，伊无向审判的过程无唐德忠啦，完全无唐德忠啦，伊可能用审判伊个毋知啦，从半死人伊还个毋知啦，因为人也无伫遐，伊也袂解辩解，所以中午中伫伊的会议录内底有写着吼，伊叫去即个贴人数。摕起来军事的人背书，因为伊是检察官，伊是台湾人，所以伊是唯一一个司法人员，其他拢毋是司法人员，所以伫在场就表示讲，安尼毋对啊，像我知影唐德忠就毋是这种人啊，你袂使安尼，袂使爱经过公开的审判，毋是安尼，伊嘛毋是，伊嘛无适用军事法定，因为伊毋是军人，所以袂使用军事法定的方法，军法官拢袂使，你安尼毋对，你检察官有来讲安尼袂使，但是当然无人会听伊。我叫你来签名尔，你加讲话要讲啊。所以这个张友忠，这个检察官尾仔其实离开台湾，所以伫1980年代，较写一本回忆录的时阵，是日文的，无中文的，伫日本出版，无伫台湾出版。较写着这个代志，伊较回想着迄个以前发生的这个代志。大家较知影讲，原来有经过审判，迄个时阵审判了，并无审判书，拢无，啥物物件拢无。啥物件拢无，伊讲伊伫遐审判了，人就来讲讲了伊有意见，伊就意见足多就摕来，讲主审的人就讲好啦，歇困啦，咱歇困，等者还佫开掉，歇困伊就无走啊，伊就走去食薰，离家较踅来踅去一个，到咧过几点钟拢无人叫伊，还是佫要开落啦，安尼伊毋敢走，结果几点钟了要挖倒的时阵，人来讲，死刑确定啦。伊较离开台湾加了后，伊就伊家己回忆录是写讲伊倒去厝里就食袂落，伊就感觉讲，你大家教教啊，太一个人死了对，伊就感觉足可惜，因为伊是熟悉通个种人吼，因讲司法人员，所以有熟悉，伊就感觉足可惜。然后了就出现即个判决书，即个判决书即摆收伫迄落吼，这是表示伊个判决书。这个判决书顶下无人啊，伊是副本啊，公文的副本。啥会副本吼？是因为吼，汤种是历史，所以伊翘起了历史公会甲伊讲，历史袂因为你翘起就无历史啦。你历史资格，你就是
历史的资格，你历史就是历史，翘起你嘛叫做汤德宗历史，啊，日本人叫先生，咱这拢叫先生。啊，安那较毋是历史，爱为工会，工会内底名甲你摕掉，毋是翘起，甲你的历史注销，你的律师资格，安那还会当注销？你也犯法嘛，你违法嘛，所以历史工会就白啦，讲啊，迄毋是死刑啊，啊那会无毋是死刑伊违法啦，啊你也无互了副本互我免哪甲拄名，爱为历史工会名册甲拄名，啊就去送去台湾法院，台湾法院就讲。但法院收到迄个，我相信迄个人应该就一支电话搞咧，靠腰这后审判你来讨啥货就对。啊，伊就讲，啊伊只要伊家己巴肚做主意，就走去问彭孟起，高雄要塞司令部吼，问伊，啊你人单死啊，你无判我输啊，靠腰人即摆要讨啊，你要安怎要安怎，啊就紧，啊就紧叫一个，叫内底一个人凊彩写一条这，所以这条应该是安尼来啊，我以为是安尼来啦吼。啊，因为无正本啊，敢若副本，啊副本的特色是啥货？迄个副。就是你也是公务员，就知影文稿顶头无人尔，伊会圈，哦，文稿就是个尔，年稿嘛，年一个稿上，互顶头人批好了，改，红字啊你改了，互你了，较正本出来，所以这个就是文稿，文稿啦，啊你发文稿互迄落，互法院你嘛袂感觉足奇怪嘛，表示你无正本嘛，啊当然我无法度安尼讲，因为到正本我毋知，就是我个人认为是无正本啦吼。啊，但是即个物件顶头装，因为全部物件拢毋对，包括伊个生日啦、伊爸叫啥物名啦、伊啥物伊个时间啦、户籍全部拢毋对，无一项对的，就是用报纸来抄的啦，抄拢抄毋对的安尼，啊所以拢是毋对的，全部拢毋对的。啊，当然后壁的事实嘛免看啦，啥物吼歹人啦、抢物件啦吼，这个人这个无恶不作啦吼，这个人。这个人危害民国为目的啦，而叛乱窃国啦，什么处好判过来死刑啦，两个死刑啦，判两个死刑啦，这个人为恶不责了对啦，稍微讲这份就是安尼来的，无名，所以毋知影机关，但知影这是，知影啥物机关，这是高雄要塞司令部互伊的，所以知影机关，因为迄时咱保是伊处理的所以是彭孟起边遐发出来。啊，这是报纸顶头写的公开枪决的是，伊就是抄头仔内底个假借查报图板井德章假借台南市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名义号召这个暴徒就对啊，讲人名就危害民国为目的，就是头仔迄个判决书抄出来了公然聚众。强扰治安并抢劫军用枪械破坏军事场所，威胁威吓不法以及，经本部查获的对啦，训民属实，证据确凿，依戒严法第10条第5款刑事那第几条第几条对啊，各分别处以死刑，不然死刑啊，褫夺忠犬公审。就对了，他把迄顶写，顶头写，啊，所以这我感觉我袂写啦，因为现在写所以其实叫我审判伊就安尼就无去啊。但是这内底有几个属性就对，爱定清是有真侪人拢问讲啊，咱安尼唐德宗敢有烧掉名单？那为阮所知影的这个过程，应该无啥物机会。烧啥物名单即个物件因为第一个伊载号，我头先讲伊载号掠去，就送去即个向去寻求，行的了送来台湾家甲，伊靠机会，伊嘛无可能，伊无除非讲8,000啊，因兜离家个是足近的啦走就可能1分钟就到啊用走可能1分钟就走到，毋免1分钟就到啊，就边仔尔但伊无可能8,000啊出去啊，无可能嘛，所以无可能烧名单。第二是敢有用名单。敢有名单即个物件，应该是无，因为就我迄个时捌采访过迄个成大工学院的迄个以外老师拢过身啦我以前捌采访，我1990年代时捌采访过因因拢无摕到名单即个物件。因为但是呢，因认为因拢真清楚，同这种用刑的时候，应该拢无甲名讲出来，因为叫5、6个尔，也无叫4个人嘛，因为无足侪代志爱处理。所以是叫学生来倒搬物件安尼尔，就卡车来载去收钱，甲这钱摕保管，
吼，也是甲迄无用的穿手个惊咱去抢就对啦。有一寡枪械室内底有一寡迄个无惊啊民众去抢，也是乌道去抢抢啊，所以甲用起甲集中啊保存者，叫人斗顾安尼。啊，因为学生啊拢受过军事训练嘛，吼，啊，所以因会晓用枪，会晓会晓判断，会晓看，啊，所以就叫5、6个来斗相共。啊，是斗相共，只是斗相共学生足侪人去用掠，毋是因为特种，是因为后来走去参加水上机场，去写说红呀，参加水上机场事件，所以规拢用掠去，规组拢用掠去，啊，尾啊，遐内底有一部分有参加特种的，即个治安委员会的成员，吼，啊，来特种名无讲出来，就是讲，啊，你若5、6个来名单，你做历史你免做啊，你头壳歹，你记袂起来。所以其实无名单啦，免名单啦。但是遮个人拢真清楚啊，讲因是去足感谢副局长。第一是一定要讲出来，所以因拢无向问着这个代志。因嘛去用问啦，因做学生啊嘛去用掠，因为别个事件用掠伊，但是无讲着这段，所以表示毋知影。但这种无甲任何人的，伊无讲出任何一个人的名，一个人的名都无念出来，所以用形象惨的就是伊。啊，其他人拢无啥形着，表示迄拢有讲，迄拢有讲出别人的名。你讲别人的名，你嫌别人啊？啊，毋知敢会是全部人拢讲唐德宗，结果伊用形象惨，因为遐叫伊用判的上惨，啊，拢你啦，所以拢算你的就对。啊，但遮个人拢无爱讲，所以拢毋知影，无人知影吼。迄个人有甲拍的人较知影，吼，迄个各地的个人知影，啊无没办法，我都知影实际的状况是安尼。但是上少伊并无，所以无因为有生命单这个代志吼，伊无重要，这无啥好，这无啥。啊，第二是。第二，即个疑问，我含倒咧来讨论过来，就是到底敢有划台湾人万岁即个代志？我坦白讲，我个人是认为无啦，无即个代志啦。我大家看日本时代的即个，那我大家看，伊庆赛所在伫遮，伫个树仔遮，伫遮。哦，差不多就是伫遮这个所在。伊的对面，这是博物馆，所以无钉仔骹，啊，遮有钉仔骹，遮嘛无钉仔骹，啊，佮即搭有钉仔骹。所以你认为，所以就是安尼，就是即个所在有钉仔骹，啊，遮有钉仔骹，爱伫遮用清楚的，啊，遮是无钉仔骹的厝，一个博物馆。迄个时阵恐怖的气氛已经过了，所有人拢会顶仔骹看伊游行过，所以大家拢知影，因为有喷口吹漏，迄个有听到声，所以拢知影有人要用枪杀啦。啊，走来遮个台湾人拢围伫遮，拢避伫咧顶仔骹，啊避伫遮，啊避伫遮，所以会当避的，会当避着，去即个人。啊，即边你绝对毋敢徛，这是迄个公家机关吼，所以你连人全部拢即个遮。啊，遮其实拢看袂到啦，讲看袂啥会到，所以现场足乱的，足吵的，啊足侪人。啊，逐个伫顶仔骹拢会安那，你想就知影，你若是你去其中一个，你敢要徛上头前迄个？无爱，我一定无爱，你逐个开始徛啊，有条啊，逐个拢要比啦，吼，啊现场足吵足乱的。所以呢，我甚至甲逐个开玩笑讲，我咧想讲，敢会是迄个阿扁哥，阿扁哥就袂爽咧甲亮。咧画中华民国万岁，你敢有想？伊讲对，有可能哦。但是因为现场的所有人拢毋知影，但是敢有听到庆声，因为庆声是上大声，所以一定听得到。但是你看袂到内底发生啥物代志，一群人伫遐，有伫遐，就砰听到砰，惊着啊！啊，再有听到啥物万岁，啥物万岁安尼啦，啥物万岁，可能会中无。但是我的讲法拢是，我毋对，阮的讲法拢是共款的，是讲。这是台湾人心内的话，所以你家己当做真正有即个代志，可能也是伊个无画出来，伊可能有哪想要画，但是伊都画出来，无一定。但是毋知影，但是有人听到万岁，足侪人拢讲现场拢听到万岁即个代志，但是有可能是外省人咧讲万岁，啊，你听起来你也听无吼，你也听无因咧讲啥，吼啊，但是头前3年记袂起来。但是大家拢不要来解说讲伊画台湾人万岁，啊，我认为好就是这样子，就互伊安尼把紧，就互伊，就安尼就好啊。因为迄句话
毋是唐德宗想要讲的，是在场所有的台南人想要讲的。所以我就单纯有这一回事。啊，这是唐德宗伊差不多因为安尼吼，尾仔就过身啦吼啊。了，这是伊的差不多伊的一生吼。那了咧要含来讲转移正义吼，含历史记吼。西班牙是一个较特别的例吼，因为西班牙含台湾吼，非常的好吼。那伊伫台湾伫1947年以后吼，蒋介石政府的时阵，伊含台湾是非常好的邦交国，一直到这个中美断交了后，才结束外交关系。那所以因迄个时阵呢，台湾伫70年代的时阵，80年代，70年代二到70年代的时阵，60含70年代的时阵，台湾邦交国上多的时阵呢，迄个时阵台湾的外交使节的即个头人，迄个上头的迄个头吼，迄个头就是伊有一个联谊会，外交人员联谊会会长，迄个头的会长就是西班牙的大使。叫人来五雀啊！吼，伊名叫人台湾来，伊中文名叫胡国才，跟李王路个找有吼，胡国才。啊，伊当年为中国对来嘛做过日本的，嘛调来台湾，调来中华民国，以前伫抗战的时阵伫中国来。那西班牙含台湾非常的好，吼。但是即个历史咱大家较无了解，因为西班牙伫1936年吼，即个战争内战了，那一般来讲，大家拢认为讲36年迄个时阵发生3档的这个西班牙的内战，是正常到39年，这个内战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身。因为这个内战内底虽然是西班牙的内战，内底家己咧战，左派右派咧战，但是帮助弗朗哥的这个独裁者咧，倒变这个独裁者，甲伊帮助的，互伊军事和钱的人呢，有2个。这2个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上重要的战犯，一个叫做纳粹，一个就是德国的纳粹，一个就是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所以就是迄个是发动世界战争因2个欧洲的罪魁祸首，那来支持这个独裁者，作为这个战争吼啊。伊摕了政权了呢，这个弗朗哥做一世人做爱死，因为伊无生后生，所以后生无法度食，无人通食。了，伊想要做王吼，所以伊讲伊是上帝所挑选的西班牙的这个领导人，意思就是讲我比国王更较纯，国王是血统足纯，但是伊毋是上帝指派的。你知影吼？以前欧洲的王室吼，国王含迄王室要结婚吼，爱经过教宗的同意吼，爱教宗批海才结婚吼，所以拢近亲繁殖，所以血统拢歹，拢近亲繁殖，身体拢就歹。所以迄个你若去西班牙一个世界遗产里内底全部的即个墓内底吼，皇家的墓内底了，规楼规模上大的死上多的拢囡仔，内底上多是囡仔。毋是大人，是囡仔，是安那？因为生出来就起，因为迄个近亲繁殖嘛。恁籍啊，恁啥物人啊，恁就要拢有亲戚关系，因为爱血统嘛，因为是王室，所以爱有血统，爱有血统关系。哦，所以是波旁王朝含啥物货啊，啥物含啥物货啊，拢近亲繁殖，啊，你结来结去了就拢就早死，身体拢就歹。所以囡仔比大人较侪，内底拢囡仔。啊，迄个时阵伊就认为讲，伊是比国王搁较大，所以伊就找一个西班牙迄种挂住的王室的后裔，倒来做伊的继承人，就是后来西班牙国王叫做这个叫做卡洛斯，就是卡洛斯一世吼。然后来西班牙的国王，伊结婚就啉啊，吼，即摆有因后生食吼，即摆是因后生食吼。啊，伊迄个时阵做真大的贡献，就是因为伊伫因兜是即个19世纪迄种王室迄种甲挂出去。因为民主化，所以来挂出去，所以深深得到这种爱君主立宪、成做民主国家的这个要领的，所以和李登辉同款，啉足久，啉伫个边仔对伊个边仔对，最开始翘起就对，哦，终于换靠伊了。伊起来第一件代志就是修宪法、公道，
了，改做民主国家，然后将伊全部王室的财产，各所有物件拢管倒去，做虚伪的元首，经首相。所以后来西班牙人对这个国王做足久吼，因为1979年做啊一开单较热啉吼，所以做非常的久哦。伊逐工拢花边新闻，啥物走去迄落非洲猎大象啦，吼骹长去，佫用国家的飞机甲载倒来，互逐个错啊。逐个虽然媒体拢甲口说咧，但是西班牙民众拢还佫足尊重伊，是因为因的国家的民主嘛是用伊，所以逐个无啥物啊，无啥物啊骂，伊就为伊兴趣就白目安尼尔，你就互伊就无要紧啊，伊就爱拍蜡尔，爱搞小三安尼，你就算了，歹吵伊啊。但是伊无伊的钱毋是完全国家来的，因的薪水足低啊，所以拢是伊去投资。西班牙王室是全世界上有投资的，会投资做个事业哦，趁足侪钱哦。每当人开，伊迄钱一当变比马英九较少，还是要爱哇，不可能啊，系啊，也法度去中国贵啊，所以伊家己当家己去趁钱啊，所以其实迄个时阵呢，因了咧，民主化了咧，因无完全进行专营经营，因敢做一件代志。部分的出购，部分出购无完全出购，就是拄一点点仔拄无清气，就是民主化的时候，因为民主宪法嘛，所以拄一点仔公务人员含即个除掉，然后即个长枪党即个党结束了，就西尾留伫就一直拖到民主化，1980年、90年加入欧盟了，一直拖，迄西尾一直拖掉，含台湾足成。无完全成，但是台湾是完全拢无处理啦吼，台湾是完全拢无处理就对啦。搁甲告诉，但是因无，因上政府甲告诉是有处理一点点啊，司法人员啊，等等有小可处理，但是处理无清气吼，有一寡公务人员来除掉因为了，迄个时阵，伫迄个过程啊，所以因处理物件非常的多，比一个，所以因后来的法令呢，即个因的转型正义伫2007年以后通过转型正义法案呢，处理的物件呢，向前拖到1936年的即个西班牙内战拢算，伊毋是民主化进程，是全部拢算，毋是，所以西班牙伫70年代嘛叫白色恐怖，咱共款，因迄年代叫白色恐怖，因有海外，因叫白名单，咱叫黑名单，伊叫白名单，西文叫白名单，海外的白名单，共款，你去海外号召就无去啊，所以无就我讲独裁国家的形式全部拢共款啦，绝对拢共款啦，大家拢妈子，大家拢兄弟啦，所以法兰克含最开始就是足好的兄弟吼，只是袂当往来，因为你会知影，法兰克人一旦飞出去外国访问就对啦，国内就叛变啦，就军事叛变啦，你就我无啊，你就无啊，你就免做啊，对啦。这含普丁共款，普丁若走了，无伫个走外国访问吼，伊就走去3工我就带起来，随即用推翻吼。独裁者拢共款对，这是毕卡索画一张图，叫做《格尼卡》，伊是西班牙内战上重要的一场战争，其中有这场战争呢，发生伫即个西班牙的北边吼，一个村落吼，伫毕尔包的边仔吼，迄个村落是巴斯克这个民族上重要的这个部落，叫做格尼卡，这条图叫格尼卡，就是迄个部落的名。迄个部落呢，伫一夜之间去互西班牙那个弗朗哥发动空袭的这个行动。迄个时阵，伫1930几年的时阵，还佫无足侪战斗机这个物件，还佫无空袭这种战略的方法，用空军的这种方法，还佫无。世界战争还佫未发展出迄个形式，所以无人知影会安尼做。结果想袂到，是啊，但是弗朗哥伫国内的内战尔，哪有遐大的战争？迄个武器，哪有遐侪武器？真简单嘛，希特勒招伊的嘛。希特勒讲：摕恁的人体来做试验啦，吼，恁都安尼战呢，阮这毋知有战无？我这飞机毋知有战无？来5台啊、10台啊招你就对啦。吼，资助伊发动战争历史内底第一场空袭的战争，炸了规个庄拢死了，差不多死一半，全部有9成以上的厝总歹去。弗兰克含即个纳粹党的感觉好，这赞的啦，这飞机，所以大家较知影讲，哇，原来咱用飞机，毋免用人入来，炸了，陆军坦克车开入来收拾残局就好，收安尼就好啊，拢毋免死人会当。
咱拢免死咧，咱互对方全部拢带来就对啦。啊，所以差不多是屠村的代志，所以毕卡索是西班牙人，伊非常的生气就对啦，伊就就全一世人拢摆倒去西班牙，啊，然后为即张图参加即个世界博览会，控诉即个弗朗哥的政权哦。啊，所以因将专用建议的法案吼往前追溯到内战期间拢审，全部拢审。所以这是2007年的时阵吼，总理修的啊，啥个这个法案会过吼，是因为迄个时阵的西班牙，我迄阵伫遐读册哦，迄阵西班牙总理叫做萨马德罗吼，因即个阿公是因爸爸是内战挑起的，是内战因阿公是内战的挑起的，啊因爸爸是白色恐怖的受难者，所以伊其实足袂爽的，对这个人足袂爽的，啊伊总理伊做着总理啊，对，伊是左派，啊右派的咧，右派较保守，就是拢有一部分即个独裁者留落来的伫内底，啊但是伊已经是一个新的政党啦，吼，伊政党已经换，毋是长枪党啦。啊，所以迄个时阵左派政府就感觉讲一定要通过这个物件，一改就解决了对啊，无爱搁伫遐拖西咧对啊，所以因就来做2007年推出一部法令叫做历史记忆法，叫历史记忆法。啊，这非常的好势，名听起来无像传行正义吼，无甲咧，就比如讲迄算叫不义遗址吼，有诶人会惊吼，有诶人会感觉惊吼，虽然迄真正不义就对啦，但是。伊就袂甲伊叫不义遗址，好，啊伊就讲，伊内底有几条较重要的方向。第一个就是总结来审判即个弗朗哥的政权就对啦，为内战到独裁期间就对，因为政治意识形态、宗教、所有原因的所有判决，全部拢无效，就是安尼，一解就解决啦，安尼就无冤狱啊。无迄个问题啊，就是全部拢毋免啥物平反证书，伫遐咧有诶无诶，有诶根本就无判决，你是要人平反啦。伊所以伊诶方法就是讲，迄个时阵你处理诶件全部拢无效，安尼就全部拢违法啦。啊，你就是个违法诶政权，安尼。伫民主诶法治内底，你是个违法诶政权，先来定义。了，所以因为你是违法诶，所以所有伫西班牙社会内底留诶所有诶卡遮就对啦，公共场所。全部拢袂使出现和独裁者、和政权有关系标志，和即个伊的所有的动向、所有物件拢爱拆掉、改造，也是用伊相关的名，全部拢爱改掉。所以就明确嘛吼。啊，第三个就是爱找即个万人种的台西体所在啦，吼，因共款太足侪人啊，所以拢有白台个对，吼。啊，这较有三我就无解说啊，即个另外一个叫烈士谷。就是摆就是台弗朗哥迄个所在，迄个所在当时嘛是因的啥货呢？当时内战内战挑起的人，万人种啊待伫遐，嘛拢待伫遐，拢待伫遐了啊，所以伊是安那？伊是台湾的啥货呢？伊是台湾的即个慈湖中岳祠加重症纪念堂3合1，哦，所以这非常的因对非常的感冒了对，所以伊袂使伊先规定伊的管理就对啦。禁止伫即个所在就对，举办任何的集会和游行，不管你是介意还是无介意，拢袂使，吼，袂使伫遐办就对啦。然后弗朗哥的即个迄个所后壁一个纪念碑吼，弗朗哥的纪念碑，直接甲改名叫做受害者纪念碑，直接名伊无甲讲掉啦，伊直接甲改名啦，吼，直接甲改掉就对啦。啊了补偿啦，吼，家属会当提出补偿啦，吼，啊即个扩大即个补偿。上尾也是即个海外的有名单吼，海外名单的身份的恢复，因的后代，然后想要恢复国籍的，就要恢复吼。啊，上尾啊设立一个国家的档案文献中心，公开的资讯拢伫网站内底。迄个网站有啥物货呢？有一个地图，你甲放大，你甲放大吼，伊就台史体所在，你甲点落去，才台几个，乌着几个，然后试着迄个人的档案，全部拢走出来。啊，即个人。爱伊资料按起来啦吼，一寡个资会按起来，啊，但是你试了拢会当看到，啊，试了爱只有乌定两句，拢无认的，一支手一支骹，吼，啊，这毋知啥物人的，你有要来认无？恁若怀疑恁兜的人，你就去抽 DNA， 啊，会当去验，啊，伊甲你讲遮乌着3星，有8星，毋知影啥物人，吼，啊，有残缺，还是全失，啊，伊拢会写伫顶头，啊，你会当去找恁兜的人，因为你找无啊，啊，这是迄个时阵07年的时阵通过法案。啊了诶，迄个文化部拢无处理，伊无法度处理，
因为过冬过两冬了，又排政权就起来啊，变执政党。啊，所以我就处理吼，一直到差不多6、7冬前吼，1911几年时，较去变成即个左派政党一种，较终于啊，把咱无退掉。啊，然后了这个法案吼，伫2022年佮进一步修法，将历史记忆法停止，改做2002改做民主记忆法，佮升级啊。啊，这部法令吼，这部法令有100外页，我全部有翻译啦，我已经翻译了啊，我全部迄个中文拢翻了吼，我帮迄个政治官翻了吼，伊想要知影，所以我开播的迄个法令全部拢翻中文吼，翻做中文吼，我有自传会吼，这个物件是安尼，这个法令比前一个法令佫较严，伊差不多加10倍的内容。内底包括啥物呢？你知影幼到什么程度啊？你 DNA 要安怎抽，要安怎种植，要安怎取得，要安怎销毁，全部规定伫内底。因为要找尸体嘛，所以你用来抽 DNA 啊。我内头袂来抽 DNA。安怎抽？是啥物状况下，啥物人会使抽？安怎抽？抽了，安怎保存？啥物时间到爱废掉？爱销毁这个 DNA， 一定内底全部规定。全部幼甲迄个物件全部规定伫内底，所以非常的多，内容非常的多就对啦。所以就是即处理到遮就差不多处理了啊。伊意思我处理到遮，拢差不多该了啊。大部分啦，无100%，有一寡心内的物件处理袂掉啦。啊，即个国家涵盖足成的社会，比如讲，我有一摆，我咧读册时伫庄骹，然后有一个有阿嬷吼，就咧甲孙仔，孙仔拢民主教育大汉的吼，迄时阵差不多2009啊，10年迄个时阵吼，差不多10多年前。阿嬷吼，你甲囡仔咧吼，伫路边咧吼，因讲谁人啊？因为我听有，伊讲，意思我要买衫诶，我要买阿嬷要买啊。阿嬷伊吼我有要停咧，伊甲伊讲袂使食迄个，你甲讲伊孙仔拢无爱，拢伊吼无爱停咧。因阿嬷讲一句话，我听一句话足震撼诶。因阿嬷讲啥物？搁好叫警察，结果因孙仔吼一个愈大声，叫警察拄好啊！阿嬷无爱买迄互我，叫警察来上好啊！有成台湾无？但袂识恐怖以后就是安尼，就是叫警察，警察啥物人会惊？警察只是执执行法令的人尔，除非伊毋是民主国家，警察较会恐怖。是无？毋是啦，就是安尼嘛，但是因就是安尼，所以因头一辈到人完全共款，含台湾完全共款啦，因为行过700年代啊，所以伊经过袂少恐怖，所以完全知影政府机关有权力的时阵，迄个警察国家会恐怖啊，所以伊完全知影，伊安尼甲因孙仔讲啊，因孙仔毋信啦，因孙仔就爱插伊啊，所以表示因孙仔的教育啊，因即个孙仔即摆应该有20外岁啊，所以表示因的民主教育和历史教育成功，让转型正义转入过。所以伊会相信集团的人员，但是台湾无。到这时，咱在座有人会相信咱的司法机关的人员，应该无人会相信，有人会相信，无人吼，无人会举手吼，对吧？所以但是因真正有遐歹吗？毋是，是因为咱无经过转型正义，所以咱的行政机关，咱的公务人员其实真优秀。但是咱的公务人员真习惯替权力服务，毋是替法治来服务。所以你注意哦，咱的行政院长，你的县市长毋是足歹足硬，公务人员利用法治和法理的物件来保护家己。我是市长，我选调是因为啥物？是因为我提出的政策，互民众会当感受会到，感觉足好。所以我上任了，就爱推行我的政策。啥物人会当来推动我的政策？公务机关嘛，官僚系统嘛。那但是我若讲足歹，所以我摕着权利嘛，因为投票摕着权利，你未啊？但是公务机关的行政官僚系统，理论上啊，正常的行政机关官僚系统是安怎？是毋是服务权利，是服务法治。伊摕你的政策来甲你对了，这会做事，爱用啥物法，所以咱会当安怎做。甲你的主管讲，咱会当安怎做，会当真到迄个方向去。但可能会较久，
歹势，我当然法令就是安尼规定，咱袂使违法。啊，你听有话，你就甲去选民解说，你来甲伊解说。啊，这是正常民主国家的发展是安尼。台湾因为毋是安尼，所以官僚系统有真侪官僚，毋是全部。我要讲的强调毋是全部，一部分官僚系统，即种系统伊习惯服务伊权利，毋是服务法治和法律。所以伊会安那，伊会用法律来保护家己，袂去互权利得着。无你出代志，你叫我去看，对无？所以就安那，所以就用法律来保护家己嘛。若你的主管较无够力的，你的管市长较无够歹的，伊就讲市长听我这袂使，这袂使，找10个法令来甲你讲违法，讲这代志违法的，但是伊搞毋对，伊家己嘛毋知伊是安尼做，就是因为安那，就是因为我认为这就是你的国家无经过转型正义的过程，你的官僚系统的习惯安尼做，伊毋知影官僚系统无应该替权利服务。就是安尼嘛，你正确的啊，民主国家嘛，所以你嘛无感觉你是民主国家，这表示安那？台湾大部分拢讲家是民主国家，可能是你感觉台湾民主国家差不多60分啦，因为60要到70啦，要8到70啦，嘿。但是咱欧美国家拢是80分以上的民主国家，但是咱是60，大家及格，因为咱有民主选举啊，大家及格。啊，但是啥我讲干60，对无？啊，因为徐小新就会调啊，嘿啊，很少会调啊。当然60啊，当然是算60分啊。诶，你袂投互伊啊，当然是60分啊。诶，你袂反选定啊，花莲红，啊，我无会当安尼一直轮流一直做。安尼你看讲你民主国家，我若会感觉足奇怪，你奇怪你哪安尼斗起口楼起啊大间，你拢无感觉足奇怪呢？但你嘛投互伊啊，你讲服务足好啊。啊，所以其实我认为迄毋是选民的毋对，迄是因为你整个国家，无法治，无民主，是因为你无经过转型正义来讲，这是 yes， 这是 no， 你袂使安尼做。政府安尼做是毋对，我甲你讲，我甲你认错，我甲你讲，我国民党以前要求，我甲你讲，我国民党出来忏悔，讲我真系以前做毋对代志，足歹势，对台湾民众足歹势。我真正是对不起台湾民众，我大家回息的，歹势，我政党起来是不应该安尼做。啊，回息了呢，我以前我拢甲你讲，我以前拢做过，台湾即摆已经无共啊。你若相信，阮绝对要改革，阮绝对要改新，所以阮把名改掉，阮改做台湾国民党。等等，你若讲经过迄个过程，这就是一种转型正义啦。啊，所以其实台湾无认为啊，因其实你当然嘛当有法令硬甲杀，就像台湾用法令硬甲试就会过。但是你甲伊试，你还要经过民主选举，所以你试10个会对，20个就爱，所以无一定会过。啊，所以其实转型正义是一个足长的过程。啊，这里面迄个时阵因第一个法令过了，开始拆互咱5个东西吼，这是其中一个东西吼，包起来拆掉吼，全部拢拆掉吼。啊，这拆掉，这因为这较有艺术性的，会去用掉。啊，有诶拆掉，我看到伊像相片拆掉啊，我拆掉啊，摕去倒，拆掉变塑胶里啊，我拼迄变塑胶摕去烧掉。啊，烧掉落啊，迄个讲讲个喙话舌头啊，讲讲个喙啊，烧脱干落啊。所以不说家来车吼，像台南的苏文同像 Q 啦，该摕去典藏室，那是较无彩，那样样的落啊，可以讲做细身的吼，关于爱摆做100身人摕对摆吼。啊，这是咱国的人情，其实这个梦真水啦，吼，这个梦真水，这个梦伫西班牙的一个马德里的边啊，是一个风水足好的所在。啊，因民间有一个传说，讲这个所在其实是足爱这个风水师来斗建的。民间一直拢有这个讲法的。啊，我看伊的地理环境确实有影，伊的正手边左青龙右白虎，一边是首都，伊都是山坎，我南面的所在安尼南面。啊，这边的山骹是历代国王的陵寝，啊，这边的山骹是首都，爱我安尼包起来，伫山的中央落落来上南的迄个所在。啊，但是你爱知影，福地福人气吼，这歹人大着了就歹所在。我逐个开车停去遐，永远拢阴天。不管天气较好就对啦，经过拢阴天，啊，这是少数的这个晴天。迄天我带王定宇去嘛，王定宇去，我讲啊，你有要看下，咱过来来参观一下独裁者的网站的。啊，但伊甲我王定宇讲，伊第一感想是，人无中华民国美学，人厝起了较水。啊，这个所在是政治犯，有一部分是政治犯起的，所以这个所在一定要转型正义，因为伊甲政治犯掠去起。
做落家去做落动去遮个物件吼，你要看风水第6章。内底伊个内底的尺寸迄个祭坛的尺寸超过即个教宗的，所以其实是袂使的吼。好，这是伊个内底是袂晓翕相的啦吼，内底是袂晓翕相。这弗朗哥的墓 ，Francisco Franco， 这伊个墓，这也是伊个先翕的啦吼，即摆已经无啊啦。然后了，差不多每一礼拜咱搬一出。我伫遐住遐时，差不多逐礼拜新闻都有，人放尿啦、破屎啦，无有人安尼去搬物件。我看过一个新闻，一个查某女拄放尿，去互夹走，被人架起来。反正逐礼拜拢有啦，逐礼拜你若出看新闻，拢有人去遐验就对啦，逐项个拢有啦。这敢有朋友来听？无，伊是教会所在，是修道院，所以袂使去徛边仔所以民间有足侪人拢要赶出去安尼，赶出去所以民间有足侪即种。了，伫疫情前，我袂记几年，19几年，19年款，19年还是21年啦，我袂记啦吼。前几单吼，20几年，2000年还是20年还是我大概查者就知影吼，因政府终于将伊个墓迁出去，这是迁出去的时阵吼，伊个墓吼摕起来啦。你看迄光棺材就是拢因兜的人因孙仔啦，拢因孙仔。伊个即中国发生做个代志，政府机关从头到尾拢无参与，就是拢徛伫边仔看，叫假祭。所以迄个摕一个西班牙国旗，因兜的人摕西班牙国旗，我看迄直播内底，伊甲摕走，迄个政府官员应该会摕走，讲你袂使看国旗。你独裁者你话砍迄个国旗，摕起来，收起来。了，落车的时阵呢，一个人发一个透明的迄个塑胶袋，透明的袋啊，挂伫头前，甲因的手机仔紧拢落入去，拢落去内底，袂使摕咧手里，因为伊知影因兜人有可能会偷翕内底的相，摕去袂好，媒体记者拍一条、链一条就对啦。因兜人咱袂干正常啦吼，所以伊就。政府机关甲他负责伊大个所在，规个祭典仪式的进行，拢是因家己，所以棺材甲你讲，无人来讲哦，你家己讲，恁兜人甲你讲，恁兜祖先啊，你家己讲，所以这全部拢伊个亲戚，伊个孙仔啦，伊个侄子啊，伊个孙仔辈吼，全部拢因的。家己讲了，但是即个物件拢政府甲你传嘛去，你要买花种啊，拢政府甲你传。伊个花吼，顶头。伊有翕哦，因为有直播现场直播，写杜巴的就是阮爸爸啦，吼，就是意思就是阮兜的人送阮爸爸的花，内底袂使有任何国家的字出的，拢是恁兜的家祭，就是恁兜的祭典，有全部所有的山骹拢围起来，我迄天人都伫山骹，我拄去我知影迄天要迁就对了，所以我去山骹看卖好，记者比抗议的人较侪吼。伊个信徒嘛是还佫有吼，但是无偌济啊，剩20个吼。但是因为袂当去，山顶袂使去，所以山骹，因为山骹记者就讲，全世界的媒体几百个，上少200-300个拢围伫遐了，咧等直升机飞去。伊无用运的吼，伊伫马德里国家的迄个军人的坟墓，含台湾共款。以前蒋介石嘛是甲伊建一个迄个阳明山的什么国家的迄个军人的迄个墓啦，将官的墓，伊啊共款来建一个将官的墓，互因兜家族啊有一个区，甲挖一区互因就对啦。恁某啥全部拢待遐安尼，相对袂歹但是因无爱行陆地，行高速公路，因为安那会有人抗议，所以就简单，出来了，扛去直升机顶头，载个去直接落去了，扛入去直接就落土，2点钟全部解决。互你无机会通抗议，2点钟就解决。有足紧的方法当然事先已经2个月前就知影要迁啦，时间就定好啊，安尼讲好啊。当然中2个月去控制，我爱迁啊，因兜人，我爱安尼，你讲你也要无我来学，时间到你无我就帮你学啊。你若无我帮你学，我来带落去啊，就是安尼啊。我就是已经定好啊，时间定好，你买无安尼后来他们家的人全部嘛是来所以是因兜的人甲你送吼，这种
政府官员徛边仔看吼，啊你就从飞机你家己送安尼，啊车载过来，啊上直升机家己扛起了载，啊你载去啊扛落去安尼嘿，啊所以伊就甲迁走啊吼，伊就迁走啊，所以即摆迄个所在呢，已经重新开放啦，但是无法人互伊摸嘛，无啊，但是个人一个也未处理，迄个高教协会处理是长枪党的创党主席，就是伊的前辈，伊的先辈。创迄个党的先辈，啊，因为迄个较无名，所以大家较无要求，伊较无象征性意义啦。就是讲，像台湾共款蒋介石迄个象征性意义，迄袂使啦。啊，所以其实伊就是蒋介石共款的意思，所以伊一定爱先处理，后壁较有倒处理。那伊会当处理，后壁伊拢会使处理啊。啊，所以迄个所在即摆就是一个，迄个叫 viados，中文应该翻做阴灵谷啦。哦，迄就是掉下去的人，就是一种烈士骨或者阴灵骨安尼啦。啊，那上尾啊，这是西班牙整个的过程，所以即摆伊迄个煞已经拢清了，拢处理了。啊，头像已经拢无啊，路名嘛拢改了，足早了，迄足早拢改了，迄拢无啊，迄早部拢无啊吼。啊，村的铜像是放伫博物馆内底，你爱登记，是安尼要放一个物件。你来申请来登记啊。那上尾来搁转来就是讲，我毋是政府机关，所以阮得当安怎做？就是讲，阮其实第一个物件是，即个汤德章的故居吼，到底是啥物人的故居哦？即是毋是阮的啦，嘛毋是汤德章啦，毋是干那汤德章啦吼。所以，迄个时阵，即间厝其实是一波多折啦。伊其实伫一开始的时阵呢，伫即个差不多1910几年的时阵吼，迄个时阵差不多差不多2000年进前吧，1910几年我袂记得吼。迄个时阵因为即个所在都市计划经过，有影破落，所以即间厝向破产用着，为中破过。啊，迄阵市长是赖清德，就是过来的总统。啊，伊知影了，伊知影即个代志了，伊咧做市长，伊就甲文化局啊，变做叫来讲，迄人来讲，议员啊，迄个民间 NGO 来甲我讲，迄个拆，恁真正要拆掉，因为我毋知迄间厝，迄个也毋是古迹啊，要安那？所以呢，台南市政府真趣味，所有官员啊、文化局含迄落，就去想一个办法。啊，你要甲都市计划废掉，迄个牵涉到无共人的权利嘛，土地的权利吼，开发的权利，伊感觉阮兜要好起啊，即摆你甲我废掉，所以要有一个足好的理由。所以台南市尾仔生出一个足奇怪的物，毋是奇怪，是足好的物件，叫做历史城区。台南市第一个市内会当有民宿的，一般咱的民宿是袂当伫商业区内底市内。都市内底袂使有，都市计划区袂使有民宿，咱的法令规定是安尼哦。都市计划区，所以台南是第一个突破这个法令的。伊用啥物物件呢？伊用观光地区，将台南生出一个叫做双城计划，就是安平和古台南的部落，古台南内底叫做双城计划，去连接运河两边。这个区域呢，叫做历史城区，伊有一个名义叫做历史城区。所以只要是历史城区内底，所有都市计划拢要重新检讨，因为历史保存，所以6米以下的巷道全部拢冻结，拢先藏起来。啊，所以这条袂6米以下，所以因为要先冻起来，伊先甲冻起来，啊，尾下废掉。啊，冻起来了呢，就袂拆，袂拆了呢，伊较来挂一个牌啊，叫做名人故居，伊是台南有足侪所在，啥物迄落写歌的啦，吼，啥物。写安平对象客的啊，迄个作曲人啊，因兜门口嘛放咧牌啊，你就知影我做因兜，啊，啥物王玉吉、王玉玲因兜头前嘛有放一块，足侪单亲起来，所以足侪所在巷仔内拢有迄落，你看伊咧牌啊，是名人故居，你爱看，是啥物人甲住伫遮就对啦。哦，啊，这是第一地，市长挂的第一地牌啊，就是唐德宗的故居。啊，迄个时阵还佫是别人咧住，毋是唐德宗因兜的人，已经没人啊，哦，一个人咧住吼，一家伙仔咧住伊。啊，迄个时阵呢，要挂牌吼，伊无爱用挂，无爱用挂，要讨一寡物件嘛吼。啊，伊就讲因兜拢漏水漏啊足厉害。啊，讲伊也毋是古迹，市长也袂当来修理啊吼。所以尾仔有一个人开40万，帮伊甲厝顶换做迄个水道来，换做迄个琉璃瓦吼。迄个叫许文龙，因兜住在头前嘛，
因老大头前，徐文龙倒来头前，倒来即间的头前，头前。啊，徐文龙迄阵身体还佫袂歹，1917年的时阵，啊伊就来讲，啊有看偌济事，可能迄时我有伫个啦，伊其实是甲伊讲，无安尼啦，你看你有看倒间厝介意就对啦，吼，有介意你去看厝啦，你去看你住倒位我都甲你拣啦，我无恁搬搬的啦，恁看倒间你有介意，我换互你啦。讲着意思讲，啊，你看你拣偌济吼，啊，你看了咧，甲我讲，我买互你啦，啊，一间互我，换互你啦。意思讲，即间你莫大啦，你走，你莫大换互我啦，即间互我啦，即间互我啦。对来讲，其实几千万对来讲，毋是啥物迄落啦。啊，所以40万，徐文龙就摕钱，收伫厝顶，收伫厝顶了，要求伊一个月爱开放伊个店，互阮做展览，因为挂牌啦，所以当开一个月安尼。啊，了就关起来啦。啊，了后呢，伊拖到2007年2017年的时阵，迄个时阵是因为2020年的时阵，迄时阵就是因为即个有一天拜五，伊个对面空地啊，迄个有怪兽和山猫走去停伫遐。啊，附近的居民就员讲，因为隔壁迄个拢熟悉。居民就讲讲要听，我明仔载要听，拜六礼拜要听，啊伊就叫无工嘛，所以用拜六礼拜。我一看，哎呦，真正山鸟啊，要听伫遮，我含台南的文字协会吼，我来一看，安尼，我来敲电话甲立委搁议员讲啊，迄度呢，我请找文化局讲，安尼紧诶，即摆4点要下班，你紧来送，我就送条公文入去讲迄落。伊明仔载要拆，伊可能要拆除，紧急的危险的对，所以台南市政府赶紧文化局赶5点下班之前，紧来公文签出来，去门口来搭暂定古迹，是，我拍到是对，暂定古迹，啊，暂定古迹有半冬的时间，半冬上最可以当演一台，搁半冬，一冬，会当一冬，会当冻一冬嘛，吼，啊先冻，啊阮。去查，啥物人买去？啊买去的人是隔壁病院啊，迄种病院，啊伊买起来要拆起来做停车场，啊知影了，阮就随价工，因为要拆，所以新闻就闹足大，啊所以逐个就感觉安尼袂使，啊袂安怎？啊逐个拢叫市政府买起来，啊但迄是私人财产罪，市政府袂使变迄个钱去人买啊。啊当然你会当安尼估值，但是这拢是。旷日费时啊，较麻烦啦。啊，我认为讲这拢是，当然拢会使安尼做啦。啊，迄个时阵我有迄时我有甲局长伫高雄咧做市长，我有甲局长讲，啊，因为迄个时阵市长已经是迄个是即个无迄阵局长伫人权委员会啦吼，去人权委员会啊，伫迄个监察院伫隔壁吼，我甲局长讲，伊讲啊，这市长，伊讲爱偌济啊？我讲可能1-2千啦。就既然老讲过话讲，1-2千，你甲委托啊，讲1-2千，你把它处理叫市长莫做。伊讲1-2千万尔，市长我就处理，你叫莫做啊，你叫莫做啊。我歹势安尼甲市长讲话，你就讲今仔1-2千我就处理莫做啊。啊，但是我另外想法其实是安尼啊，就是讲，我嘛想要试看卖吼，就是讲，到底台湾人对这段历史，对爱历史记忆吼，有啥物款的？想法含看法，所以阮先去甲厝主讲迄个阮看你买偌济，甲伊买，因为新闻已经闹出来啊，所以屋主吼，迄个杨医师有哪想讲，我来甲听了，靠，我来甲听了，伊当病院规间拢收起来，叫甲弄到走咯，所以伊嘛毋敢，啊，但是迄伊买起来伊开钱啊，免啊。啊，当然，中央有一寡足复杂的过程，我就无谈吼，含屋主的纠纷啊、借贷啦，迄我就无讲吼，迄足复杂，迄非常复杂吼。迄我后来处理足久吼，处理几半冬吼，包括即间厝借，你感觉好有厝当借备胎，咱借就是1胎2胎嘛，会借备胎。你猜我来处理啊？看我得桥，无咧北高利贷啊。北高利贷拢学着了，我计去甲高利贷桥到尾啊，即个办高利贷
摕到钱，我意思就是来讲，你连本金都摕袂倒来，一直一摊面少，你感觉你连本金，莫讲要趁利息啊，你连本金都收袂倒来啊！你去借700-800万，你拢摕袂倒来啊！嘿，啊，有得迄问题，有得迄个高利贷，听老影，我讲有道理啊，我嘛摕袂倒。但是我会当保证我咧本金会当摕倒来，但是你敢会当我咧集资的1个月利息卖算？啊，无我毋知安怎报啊！我靠像 NGO， 我是要核销，就是黑社会利息、高利贷利息，我叫会计师写高利贷利息，我袂当爱写，我无咧钱啊，我袂当出20万，1个月20万的呢。所以就讲好啦，啊无利息，啊你也有我一个等待的时间，啊我利息卖算，啊尾仔真正时间到，我有总摕去了钱，啊嘛还嘛予伊，啊嘛帮伊家申请掉，所以阮这放高利贷，足欢喜，佮捐5000箍，佮互伊个公司捐5000箍互阮，所以阮第一届摕这高利贷捐钱啊，捐钱啊，啊所以迄个时阵其实阮是因为讲，第一站来就是屋主愿意了，他愿意原来他是1500万买的，因为中间还有过户跟过户啦，遐个钱都爱过20万的因为第一手货。伊搁加开足多1500，他搁开5、6十就对啦。我搁要过一届就对，搁办遐个手续，搁几十万就对啦。所以我来讲，好办无就是全部遐个手续拢卖算签单，叫代书处理。就签单尔，我代书的费用全部拢处理掉就对，1000万我甲你买倒来安尼，互你卖了，上少你无了钱你袂当互我趁利息，但是你袂使了，无互你了钱安尼。迄个医生也同意讲好，互你一个时间安尼。我袂入，无反正我也袂听一下。我也袂听钱啊！我摕这也无效，我伊都无爱啊！伊又问你卖完，我就开始做集资的工作。集资当然，台湾并无古籍用安尼的方法去集资所以我以前第一个想法是安尼啦。有记者甲我问过讲，若你敢有想着讲2000万总无对要安怎？如果2000万没有募到，我的回答就简单，表示台湾人感觉这无重要，听就好啊。对啊，台湾人连2000万都拿不出来，把它买下来，你感觉这段历史无重要啊？对台湾人来讲，无遐无紧嘛。糖这种是啥物东西是台湾人糖这种也无差，迄一间破厝尔嘛，拆掉，我的想法就是你就甲拆掉，就拆掉嘛，表示我想要理解台湾人对这个物件的看法和想法。那2000万摕到，表示台湾有救。若无，就拆啊！我摕着就拆。当然我有副案我无讲因为我有副案，其实我有找人，这个先传一条钱，准备了，袂当迄落。后来迄时赖副总统问我讲，赖副问我讲，伊其实有传，叫人传一条，讲伊想讲，伊尾仔我问讲，可能报纸我无着，伊甲我问讲。我想讲，你会敲电话甲我讲，你会甲我讲咧，甲我问就对啦，甲我讲咧。我想我传一条伫遐等伊，结果无。结果你无来甲我讨论，你无来甲我讲。你讲我想你甲局长讲，你甲我讲，我讲无，我就想讲无有讲。我们也有找，我们其实也有准备。我们也有跟市长嘛请市长找一寡人。所以其实后来2000万的募款，我其实坦白讲，民众的钱是一大部分啦，但是内底上少有600万的。600万以上的钱大家人搁爱骂是黄伟哲找来的。其实是黄伟哲，伊要挂名，但是黄伟哲去斗找。后来我对着这个企业主管话讲，迄顿我食对啦，迄顿讲坐落爱20万起跳，坐来食饭爱开20万，上少20万，就是恁啦。伊讲就是恁的，就黄伟哲叫来食饭，坐来爱20万，帮我们凑不够的钱啦。希望伊当然甲你嘛出一寡，搁其他的人无一寡用伊的资源啊，伊的关系去共迄落去用来捐，但是因为伊无讲啦，伊个人嘛无讲，但是我感觉伊有讲的，爱甲表扬啦，对。事实上是伊有足大的斗相共足多啦，但是上少是伫意期顶头，就是讲，这是透过民众的钱去捐落去，捐落去了，甲伊爬倒来抢救落来。这件代志我认为伫转型正义的历史教育是较重要的代志，就是讲，大家认为这个历史重要，而且袂使互伊无去，所以大家较愿意去捐就是总共是2000万2069块，内底有啥物税金啊，有诶无诶，扣的，剩头100倍尔，因为刷卡的税金大家拢想刷卡免钱，你刷100块，
银行咧开发票，发票5%呢，因为这是买所以爱开发票，爱开发票，因为你是集资募款的，所以爱开发票，爱开发。啊，第二是爱开啥物？爱有迄个银行2%到3%的手续费，刷卡的手续费。所以2000万我是摕袂摕，你也算就知影，2000万上少7-8%，毋是阮摕得到，就是讲伫咧过程中爱消耗掉。所以有人嘛讲1600万尔，你若有2000啊，恁钱拢好用无啊？阮摕着嘛无2000万啊，迄税金拢扣掉，袂税金嘛，迄发票啦拢爱扣掉，啊，搁爱回馈票，爱寄掉遐差不多开掉，尾仔了差不多存1000。我记差不多1800啦，1800。我你个算足省的啦，集资内底算开足少的就对啦，应该是算开足少的，因无啥敢愿摕，因为泽无啥敢愿摕钱，伊感觉摕钱会向公钱，会向公干，所以就讲伊就摕上少的。发票是请我摕上少的，我毋敢用咧抽的，无因爱抽成，你知影？这话该抽啥？我是无用抽着的，我是较好无用抽着的，因为伊甲伊讲足久了，伊毋敢抽吼，啊所以迄个时阵呢，了2000万买倒来了，阮的管理了就开始隔档，阮就随开放吼。迄个2021年313就开放吼。啊，开放差不多1档啦，开放1档外了，伫旧年的即个6月，阮就即个摕到文化部补助了，你即摆咧做修复工程。啊，原则上伫今年年底的完工吼，应该会当。第一步骤会当完工啦，电脑无一定会当随好，但是年底建筑物会当修理好啦，会当先修理好，修理好了要做电脑，我来做常设展会变博物馆，会变成迄个常态性的博物馆吼，变成人权的博物馆吼。啊了，应该是明年3月。原则上应该年底好了会使参观啦，会使开放啦，啊，但是完全好应该明年3月。阮希望伫313之前会当完成吼，会做起来。啊，所以其实这内底提出足侪，我认为讲是专业正爱会当来思考，就是讲到底文化资产敢是真正敢有建筑物尔？因为这个过程内底有因为个古迹无过，引起足大个讨论吼。那文化资产敢是真正敢有建筑物？就是咱的文化资产保存敢会伤拘泥伫迄个建筑物顶头，变敢若建筑尔。啊，所以建筑有建筑无灵，无肉体无灵魂，其实是。敢若尸体共款，其实是无效的啊！所以，其实建筑物是记忆所需之处哦。这是一个小小的理论吼，就是咱所有的纪念日啊、国歌、国旗这物件，拢是集体记忆造成的结果。这是会听下啦，就是讲这拢是什么日讲哦，拢是向人定出来的。啊，迄个人啥会定迄工，是因为一体的记忆内底是即个时间，所以就用迄个时间。啊，这是一种形成的过程，大概就是咧讲这啊，所以即个建筑物可能代表的是背后的一个物件。啊，即个物件是啥物货对？啊，所以我咧个宣传讲，集资的迄个过程的意义就对啦，比结果较重要。就是迄个过程到底到有偌侪人会管入去，会因为毋是管1箍，还是8万箍的问题。你去管100块的人含8万块，所以阮尾仔开馆的时阵，已经甲8000几个人的名是全部无照钱追少，全部拢来练伫顶头，全部拢来练。啊，可能我即摆头足疼，你甲第二届集资即摆有请，有差不多1万几个，所以我可能爱用一个荧幕，规工拢掠走呀，全部1万几个迄个管钱的人，会毋？全部爱逐工。啊，因为我巴肚迄个贴一片墙啊吼，过来迄个爱去上文化资产，我袂讲来吸咧掠咧吼，钞票掠咧来吸咧条顶头。啊无，啊因为原则上就是大家拢有关啊，足侪人关啊，啊就是讲，这其实是我认为讲，伊是一个历史的记忆啦。啊，所以抢救集资的过程，真正的目的就对啦吼，真正的目的是咧抢救一段台湾的历史。就是讲，这段台湾历史和台南的历史也真重要，而且这段历史是和转型正义有关系，是和日日有关系。那总讲，迄个物件会当留来，就表示大家对迄个所在其实有一定的认同和理解。啊，这个代志会当互阮后手面会当去继续做一寡工作。啊，安尼这是
这是民间足卑微的这个转型正义哦，真正是足可怜哦。你讲，我当然是因为唐种纪念年会啦，所以主要是唐种先生含其他民主前辈啦。啊，当然更较重要是人权啦、民主的教育啦，啊，这些历史的部分啦，那是原本地要做的上重要的工作。啊，所以这个物件其实拢是只是唐德宗只是阮的这个用的这个其中的一个角色安尼尔，较重要的角色。啊，阮具体活动就是每一档三日三拢会办对书会啦，拢会办对书会。吼、啊，即马已经咧做啦，吼，这已经咧做啦，所以设置永久性的纪念馆，啊，毕竟博物馆来，吼，这已经即马咧做啦，吼，然后了是民主人权和转型正义的教育，啊，这了我会继续做，了会继续做吼。啊，台南这个物件应该是算台湾做了较好的啦，台南但是唯一一个有迄落你去。伫市政府伫涂骹会当看到迄个叫做“正义与勇气之路”，你只要去台南的228纪念馆的门口，你会看到涂骹有一个写“正义与勇气之路”，下个来讲有6个景点，人通着这样关系。啊，有 QR code 你也扫了，你会当去行迄6个所在。迄政府做的，吼。所以伊边仔有一个 QR code，所以内底有迄个 podcast， 你会当行的时候当听迄6个点的故事，伊会讲迄6个景点，迄6个点啊，通这种的关系吼。啊，其实这个部分台南市一直拢配合得真好啦。啊，这个较歹做啦吼，中小学的教育吼，阮迄个时阵做小型的展览要去展览的时阵，中小学拢无人敢展，尾仔拢高中环节，拢高中来去，高中较毋惊，老师公民老师较毋惊，三民主义老师较无咧惊，啊，国中的学校拢毋敢。啊，但是有一寡校长有敢，像我了。一档落来吼，开放一档，有哪有足侪台南的学校有带来看展览，学校有带来，啊，拢是迄种较先进的学校，像比如讲南科实验小学，全校拢带来，哦，校长也毋惊吼，啊是迄落较新的学校吼，校长拢较少个，吼，较袂迄个，啊，我捌来问过啦，伊讲个校家长就足无聊。拢会讲啊，你们那个学校里面讲什么228，那个讲政治啊呢？大概拢是安尼啊，所以为校长了，无爱解说安尼啦，吼。啊，第二是我要重新要去，即摆咧修理其实就咧做这个代志啦，就是再造他们故居的历史现场，就是我来恢复伊原来的事务所，伊大的所在，伊大的房间，啊，搁后壁的榻榻米因生活的部分，因原来因兜人伫遐生活的迄个空间，我来来恢复。做即个日式时代迄个时阵的空间，啊，所以涂骹迄个拢尽量弄起来，改做旧的，改倒倒来吼，尽量啦，阮所知影原来的现状是安怎，阮就尽量恢复迄个时阵的样貌安尼。啊，这是阮会当做的吼，会当做，吼，迄个现状会当维持伫伊大的所在。啊，第二个部分就是有不共世代的即个历史记忆，像比如讲，迄个纪念馆的头前的墙啊。比一般墙啊较悬，顶头有加一层，啊顶头有放迄个玻璃，放迄个钢化的玻璃，以前无拢安尼吼，行贼仔吼，啊看起来是行贼仔吼，但是即间厝的重要毋是要行贼仔，是要行内底人爬出去，是要行外口的人看着因，所以其实迄个墙啊毋是要砸贼仔，是要砸因家己，是因兜人要砸因家己，无爱外口，无爱向外口的人，所以因后生因迄个拢是后壁爬出去。拢无爱行头前门，有足长的时间无爱行头前门。啊，像伊唐美宗的妈妈，唐中过身了，伊就拢无爱去看戏。唐中过身的时候，妈妈伫个吼，伊养庆山了，伊妈妈还伫个吼。唐中的妈妈吼，啊，所以迄个汤玉吼，迄个汤玉吼，啊，伊妈妈伫个吼，啊，伊妈妈原来拢是伊会买一间厝，就是因为遐离讲古做较近，要互伊去看戏。看戏就对，啊，因为伊拢无爱去，伊了就无爱出门啊。伊叫大时了，伊就无爱出门啊，无啥爱出门。啊，因兜尾啊，有家伙仔的生活吼，拢是靠汤德章留来即间厝。因甲即间厝砌做5、6间，一间啊租互搁较善的人，比因兜搁较善的人，所以拢是足俗的钱。啊，但是伊甲伊租互，我会记你去问起来，当时住上侪拢超过6户的款。即日上啊，一户拢超过5个人吼，住6户规间厝安尼，人住20-30个人，啊，因为足细间的一个房间，全部拢贴咧，咧有眠床的，咱困5个，我就租5个嘛。啊，其他的空间，咱用外口的公共空间嘛，比如讲动饭桌啊、读册的囡仔，啊，5、6个、10个拢踮遐。啊，
啊，你规个来组无共的人来博，安尼会当收钱嘛，因会当活落去安尼，嘿，所以这是因后来吼，所以这是黄德忠吼，伫这上野公园吼，大家看得出来，这是黄德忠的后生啊，阮带伊倒去日本的时阵，伫上野公园咁一个所在翕的下面爸爸的相吼。那未来咱做啥物工课吼？我认为爱第一个物件是爱做历史记忆吼，啊个民主的人权教育吼，真相和平反，还有法治教育啦，个法治教育吼，即几项拢是未来爱做的吼，民间爱做的，当然政府当然嘛爱做。上好就是阮会渐渐来逼政府将不同的东山摕来做这个工课，的确共款，不同的东山爱摕来做这个工课，爱摕来做人权教育吼、历史记忆含这法治的教育、与法治的教育吼，这钱拢应该摕来做这个工课吼。这种都是德国的吼，德国的迄个斯塔西档案馆吼，斯塔西档案馆的迄个标志。另外，伊国旗中央有一空吼。一看就是纳粹迄个老鹰啦，伊甲乌掉，这是因的迄个不当党产的迄个处理委员会的迄个迄个招牌吼。因就是摕来做这哦，上尾伫上尾尾用，就是讲怎样正义的过程内底就对啦。这是一句甘地讲的话啦，这是西班牙刻伫迄个西班牙刻伫迄个格尔尼卡吼，格尔尼卡的这个纪念馆，迄个所在迄种大迄个叫战争内战的迄个所在迄个历史馆内底刻了一段话。即句话是这个甘地讲的啦。伊讲这个没有一条道路是通往和平的，只有和平的道路才是。只有和平啦，就没有一条道路可以通往和平，只有唯一能通往和平，只有和平啦，就是保任何个道路。那所以我其实伫去年的时候，我就每当讲啦吼，我希望咱政治人物莫去讲这个物件，就是讲莫去讲原谅和和解，我足讨厌听到这两个物件。我所谓讨厌听，毋是这两个物件毋对，是因为无真相，就无可能有原谅，因为将来拢无真相出现。莫和解，毋是我无爱和解，是因为咱将来拢毋捌对话，嘛毋捌谈话。我若要有和解若要有和解的可能性，就是有一天313的这个唐德忠的纪念会时阵，迄个时阵开枪，大唐德忠的这个人的后代可能就倒来，大家讲歹势，想安怎讲啥是？这个时阵就开始有对话。较有可能有和解，无，因为我连家己假想毋知我是较有可能和解，我要想和解我就毋知，所以我是不管是这哪个政治人物讲啦吼，要是另个政治人物讲，我真正足希望伊毋通去讲原谅和和解，我大概听总统讲和解，我就头足听。嘿，爱有和解对，然后我们都没有谈过，我就讲，所以5年我就讲我每听人讲就是讲。无可能原谅啦，是因为无真相。那莫去谈和解，是因为咱将来毋捌讲话，嘛毋捌对话啦。将来拢毋捌。咱有含家下对话过嘛？国民党也无来对话啦。讲到这也要参加，我313搞降旗无半个，抑佫毋捌有任何一个国民党的立委来参加，议员啊，我台南无立委歹势吼，无国民党的立委，无议员来参加过。但是台南的立委和议员，你今日去参加228哦，即摆用台南啦228的迄个国家的祭典的时阵吼，迄个纪念日就对了。国民党的议员是会来参加哦，嘿，小龙改有咱会叫助理来哦。但是我实际上要甲伊讲，你看一下民进党的议员，迄领衫请你脱起来，因为阮徛边我含迄个王义德的。迄个王玉林先生的迄个，因后生，因两个后生坐边仔，看迄个小龙家穿迄个国民党党徽，你袂感觉穿迄领怪怪嘛？因仔还无想讲你有党徽，敢若毋好，想要脱起来，来参加这你衫嘛脱起来，你左一个人毋知影来看，你互这个人，互遐才条规啊，看到迄个国民党的党徽，应该就来叫，感觉就来，你含你握手，手拢我手在，手我揪在，毋知要安尼咯吼。我想这是迄个
我大概安尼简单甲大家分享。啊，你若对看电影了，你对内底一寡历史资料有兴趣哦。除了导演有出一本册以外，阮有出一本叫做《看见汤科长》。这本册是阮找一个53年的迄个得主的这个老摄影家叫做林伯良哦。啊，伊帮阮去遮所有的原来历史场景的研究啊，佮重新编，但是伊毋是去看图说故事，所以是用伊的方法去看遐个所在，啊，然后了含伊的老相片，通常张的老照片，啊，佮迄个新的相片，啊，佮上色的，像这是迄个用老照片上色哦，阮请迄个去真台湾，重新过来上色并彩色，啊，做本他们在那图文集。当然，你电影内底看到的全部的上重要的历史文件内底拢有啦，文件内底拢有，什么公文啦、判决书啦，拢可以啦，对，拢可以啦。所以讲伊的图文书，啊，你大概知影了解伊的规定啊，你若有兴趣的，当若伫台南的，当伫台南袂，因为阮无伫册店的。无伫册店的哦，所以你会当透过迄个，敢若有一张，我有早一张迄个，会当透过网络。会当透过7-11嘿，直接买安尼嘿，好，安尼我想我简单分享到遮，多谢。好，我们可以历史定位当吼来历史定就是伊讲有徛看过就是张洛东写的，就是原来的年代，迄讲是就是乌白写的。伊不是写唐德宗，伊佫写另外一个。王玉林，我说，伊李茂生啊，写李茂生哦。我直接甲你讲，中国最厉害，中国会找无共的人写解说台湾的历史。韩国民党迄个时阵有出一个228真相的迄个报告书，你即摆出个人用遐个文献，遐内底物件所以拢是毋对的。那后面讲迄本册内底上重要是写啥货？写伊参加国民党。写讲伊是国民党党员，同你讲国民党，当然国民党党员，迄个年代你想要忠正，你毋是国民党，免啊忠正，你能参加去退党啊，但你会当参加了，但是你只要去看电影的人就知影吼，电影内底有讲伊参加国民党，但是伊导演摕的是第2页，毋是第1页，伊念的毋是第1页参加国民党，伊念的第2页，但迄本册无写第2页，第2页是讲我是安参加国民党，伊内底有念，你若咧看电影，你就知影伊有念吼。我痛恨什么人？贪官污吏，恁遮迄落，你咧写国民党啦，你写写恁啦。我参加恁，佮甲你骂恁眼看无？国民党咧信的人收伊迄个自传内底内底有自我陈述，咧写家己的自传哦，写伊上细汉上讨厌啥物款的人，就是国民党。内底就是咧讲写国民党，结果恁的人竟然看袂出来，佮会参加，啊恁遮戆啦。可是第一本册就是写迄个。就是我咧讲的是讲，中国市真个学者，伊嘛去写遮个物件，写遮个物件，啊，但是因真厉害，就是饲一寡学者爱当去写一寡，伊嘛去写日版，嘛去写台湾的民主，甚至我认为过来未来写美丽岛，伊会一直写，啊，伊家己伊讲啊，我是另外一种观点啊，我是另外一种观点，但是迄毋是另外一种观点，迄个是。刻意要对这个，伊要做这个反历史的教育，就是互你有历史另外一种的，互你对民主和对这个民主运动产生质疑、质疑，你会去讲，敢若像毋是安尼呢？安尼就成功啊！所以来看迄本册，会当买到收条要紧诶。册店有咧卖啦，但是你注意看，迄落咧话较内行的册店吼，小书店拢袂推荐这本册。啊！你嘛看过台牌学者推荐这本册，讲这本写228啊，写足赞。我嘛从来毋捌讲过这本册。但是我做电视出来家的心理材料店有推荐过。是哦，大概是奇怪。这迄个叫张洛头啦。多谢那个江叔啊，你今仔日讲了介精彩，因为像我这个会所的人吼，我今仔听着拢是全新的吼。这是历史的记忆吼，像阮从细汉受的教育拢是毋对的啦。吼，像你今仔我听着讲，
你若搁哭吼，叫警察来，阮细汉就是拢安尼。我细汉嘿，啊，我毋知影这是原因到底是安怎，我今仔才知影讲，哦，原来就是讲，阮警员的爸母吼，因知影迄个事，因袂讲，哎，你甲哭，等下警察就来啊！阮细汉时阵安尼。嘿，对啊！我即摆今仔日我看知影吼，台湾的历史吼，实在是，即摆少年根本就毋知影嘛，像阮都毋知影，伊哪会知影啦？啊，搁再讲，我感觉台湾的迄个转型正义吼，其实应该去加强，因为像你讲的，当时咱也已经安尼啊，即家己。国内人就家己就袂合，就毋知要安怎样。其他有要问的吧？有要加入啦？其实，感谢老师今仔讲的足精彩啊！我其实心内有真侪问题，我嘛想要甲老师讨论。我想讲选一个较重要的，就是未来的问题啊，就是老师拄则有讲着讲迄。为民间安尼开始做嘛，我感觉即个敢未来愈来愈较重要，因为敢今仔日迄个大清帝伊有发表一寡迄个谈话啊，伊就讲未来要做的是讲会做遐个较大家较无争议的，伊会先做啊，若较有迄个争议的，我感觉如果是即款转型正义的物件。感觉伊可能无法度甲安怎去做，所以咱民间有啥物会当未来会当互政府一寡，毋爱讲压力，还是啥物，互因较注重即个部分安尼继续推进安尼，谢谢。是我是安尼啦，是讲我一向是较无遐悲观啦吼。啊，我坦白讲的是，因为罗总统我是算含伊。算真熟啊，吼，因为伊台南民营做市长的关系哦，啊，所以我坦白讲，若总讲连罗清廷无法度做会着啦，真正无法度啊，真正无法度，因为第一是原来蔡英文总统并无经过安尼个过程，伊对历史的即个物件，伊较无迄个历史感，哦，这毋是好歹的问题，这是。伊的成长过程本来就毋是安尼嘛，毋是安尼起来，所以本来就袂有迄个历史感，对前辈即个物件，伊较无遐重的，放遐重的物件。但是我真正无共，你看哦，伊做市长的时阵，台南有王玉德纪念馆，你甲伊讲台东哦，阁有黄昭堂纪念公园，但是伊无咧惊，伊敢做啊。台南市是唯一一个国小国中不准囥蒋介石。而且伊上任市长的第一档，直接发公文来讲，袂使叫甲中小学讲战后无光复，发公文来讲战后吼，袂使讲我爱讲战后。啊，即个，就是像即个名词的物件，伊就直接。啊，就是讲，若是讲伊拢无法度啊，我实在讲我无法度啊，但是。有真侪代志，我认为讲无一定会使讲，无一定会使讲啊。反正伊咧讲话拢中面话啦，因为第一是立法院写做你著款，你若无安尼讲就对啦，你若无安尼讲吼，应该有咱袂过啦吼。啊，所以啊，第二是这内阁是要来消磨这个立法院的吼，所以我无认为这一档两档会当有真侪足突破性的物件会当做。啊，民间的部分当做就是讲，比如讲最近阮咧做即个5月19的即个5月19迄天，希望会当。作为台湾的纪念日对吧？这个物件，啊，这个物件一开始的时阵，美少年是甲我讲，我袂当找罗清德，我听来讲，你莫找，先找罗清德。伊是嘛副总统，是总统，伊讲话无算，你先去找局长啊。所以真正我也去找局长啊，局长好带因去找罗清德，就是恁去找罗清德，含局长带恁去找罗清德是无共的啊，结果会无共啊。国家咧会做啊，伊就会做啊，但是。我烦恼的毋是去讲定这纪念日的问题，是纪念日背后的迄个物件较重要。就是讲，毋是228即摆已经变成啥嘛？变成国家一个敢若像因的迄个啥物革命先贤先烈咧献花迄个共款。我无感觉我有任何的感觉是，我无感觉。
我真正是完全无感觉对啦。啊，所以颠倒是民间去做像比如讲即个台中迄个青年去做即个言论自由啦，还是等等其他物件，迄个物件可能对无共世代人较有感觉。迄才是像安尼的活动，所以我会感觉讲，我是安尼感觉，我某一个部分需要政府做，一定要政府机关来当做，像比如讲历史教育、教科书一定爱改，吼，这物件一定爱改。啊，中正纪念堂敢会当拆？即个物件，中正庙这我想这个看未来，但是目前为止两三档来，我感觉是无可能啦，吼。那以目前的国会结构是无可能啦，吼，但是。中正纪念堂敢要处理，中正庙一定爱处理。伊处理的毋是处理迄间厝啊，主要是处理蒋介石即个人，即个物件，即个象征的意义啦。啊，所以即个物件要哪处理？我较烦恼的是政治化，就是讲不管大众小党拢是，比如讲台南市的中正路要甲改做唐德宗大道，市长我第一届我讲我就反对啦。我是唐德宗纪念协会的，我反对。迄条路改做唐德宗大道，就是你既然我已经有唐德宗纪念公园啊，毋免阁互我唐德宗纪念大道。你甲遐钱摕来互我的纪念馆，比甲遐改做迄个是安那？是因为迄永远拢袂收煞，是安会想要改做唐德宗纪念大道是选举嘛？小党含民进党有一寡人就想讲，土佫未党袂爽，佫来拍，就改袂起来。哎呦，来讲说民众无同意，民众毋是无同意，毋是同意毋同意的问题，民众足简单。对来讲，中正路是啥货？每一个都市拢有中正路，你听到中正路就知影恁兜一定好啊。迄条路拢是市内帮地产足好的所在，所以敢有人甲中正路改掉？有啊，台中中正路无去啊，叫啥货？台湾大道啊。台湾大道，敢会互你听着了，感觉即条路真大条，真赞，嘿嘛？啊，唐德宗大道，你会感觉比中正路较大条嘛？袂啊，所以民众当然无爱啊，废话。啊，说的是政治操作啊，我认为毋免政治操作。我的目的是无爱中正路，所以我想来讲，足简单，你若要会改的时候，民众绝对有反对，你就会家己叫嘛。你当叫府城大道、台南大道、凤凰大道，你爽好。啊，这是像每一条路听起来拢比中正路较大条。对嘛，听起来有同意啊嘛，就简单就解决就解决啊。所以就是你无爱改，你毋才会甲改汤德章大道，你就是无想要改，毋才会改汤德章大道。啊，你的政治人物是为着继续消费，所以你毋才会改汤德章大道。大党小党拢共款，你就是其他你若台党啊，你就会活啊。所以毋是因为要甲伊改汤德章大道，是因为我无爱看到中正路。目的啊足清楚，就是我的目标足清楚。我无爱看到中正路，无爱看到中山路，所以我先处理中正路。所以我才甲伊讲，你著甲改掉规条路，佮毋免一段两段，你规条拢甲改掉，拢无剩。我直接讲一个政治面是，你知影台南的中国城是改做和乐广场，大家毋知吼。一摆原来是安尼，是一摆热市长的先生讲。伊讲，伊来台南，伊做医生的时阵，我就熟悉。伊讲来台南了，大概经过因兜附近吼，经过就讲，明明台南就是迄个本土意识上强的所在。恁台南上闹热的所在，伊毋来台南偌久，做医生，讲是咱台南上闹热的所在，一条遮闹热的所在，钱甲上尾啊就对啦。甲你起一间中国城，中正路咧路啊，搁一间中国城，台南府城竟然有中国城。伊你毋感觉足奇怪嘛？所以伊立志一定要中国城拆掉。啊，当然袂使咧讲，袂使讲我因为看到中国城要拆掉。嘛，当然因为废墟啊，所以一定要拆，因为拢定治安的死角啊。啊，所以总有机会甲拆掉啦。啊，所以中国城，你想看嘛？唐德宗纪念公园面对中正路，面对中国城，你袂感觉足可怜嘛？啊，所以拆掉嘛。啊，中国城拆掉，啊，即摆剩中正路嘛。啊，但是目前安尼改变是改袂过来。我是足悲观的，讲你若改做汤德章大道，永远拢争议袂消失。啊，但是这个争议袂消失，政治人物咧选举会当做提款机，伊会当继续提款嘛。你讲恁国民党敢会当两边就开始啊？啊，是毋是提款机？我免提款机，我想要来做提款机，无达到我的目的啦。所以我是真清楚我的目的是要啥货。虽然我有含政治要真好，啊，但是我理解政治人物伊上要有政治的亏敌，但是。我认为转型正义这个物件，一旦变成这个对啦，这是是非的问题。
对我来讲是是非，和政治无关系，这是是非，对就对，毋对就毋对。啊，中介少本来就应该用伊名，所以我认为讲这未来可能爱个民间可能爱个愈较侪个，甚至透过无共的途径，互因知影讲，上少拜托个。转型正义这个代志，你莫来做政治消费。就像我讲，你莫讲和解，你莫讲原谅，莫讲这啊，历史教育好啊做，吼，你该做的代志免讲上多，你就好啊做，吼，该做的工作你好啊做，啊，未办那照这样那个放假来温习的，哦，照这样放假来温习，我足侪人前发现，伫遐咧讲亲二爸，我足侪人前看到啊，我就感觉讲这足下爱个啦，啊，这就是咱叫目的，就是要有安尼。你爱嘛，拢互你嘛，这毋是政治消费嘛？这就是政治消费啊，这就是政治啊，毋是嘛？伊就是咧含伊是咧含你讲选票，毋是咧含你讲转型正义。就是我袂是转型正义，虽然迄物件真政治问题，但是我无希望恁摕这来做提款机，因为这是对跟错的问题啦。啊，所以我是较迄落啦，我讲这物件就是讲爱做，啊，咱嘛免客气。嘛免客气就对，对这个机关嘛，对这个议题，我感觉免客气，免客气，咱感觉该做的应该来讲，啊，就愈侪人讲，就好选票，政治嘛是爱上摆毋是选票，啊，大部分民众拢感觉讲，这代志应该做，就有可能应该去做啦，我敢来当安尼想，还有问题咩吗？台南政府是讲爱民众家己发起，讲我要改，啊伊才要改，啊即摆到底是安怎？无伊就甲国家机关会直接甲挂去啊，写汤德山大道，伊即摆直接甲挂去啊，伫路名直接甲挂去啊。啊，毋过伊无改啊，无改。政府机关迄3间有改。无，你看 Google 伊拢无改。啊 ，Google 之前一开始有改，尾仔拢改掉。Google 发生一个代志，我到这时还佫毋知，我找记者问，还佫问会出来，大家拢无注意吼。有一个时间吼，去年啊，前年有去年有一个时间过，时间点过了，阮的景点无去，228纪念馆嘛无去，我讲有所有和这有关系的人员的拢无去，地标拢消失，全部以前的评论都拢无去，洗掉，毋知影哪去互摕掉啊！原来迄个所在汤德章大道改了吼，中正路一道吼，你 Google 来找吼，伊是写汤德章大道，但是迄个时间过全部拢无去，遐物件毋知啥拢无去 ，Google 伊摕掉。毋知是去用集体检举，因有一个制度会当去咯，可能是中国也是有一个方法来集体检举，要集体全部拢摕掉，签的时阵全部拢清掉，阮的嘛无去，所以阮的地标是要重建的。无我原来已经内底200-300张相片，叫全部拢无去，迄几箍的内底全部拢无去，评论咧全部拢无去，100几条拢无去，咱来参考啊，当个老相片，200几条拢无去，即摆剩4张，我个地标是有重建的，我是重建的。啊，所以你来看，就是我唔知发生什么代志，但是去年发生的，所以我们后来才发现，有民众跟我们讲，我们才发现一起吹无，因为阮那行啊人，一吹无，伊问我讲，你以前有无 Google 标？有啊 ，Google 地标有啊，因为阮迄顶头的海里去连接嘛，气候要无伊，我哪知影，叫 Google 推掉，而且不是后来发现不是只有我们，一度很多民间建的这种跟28有关的跟这种相关的人权的拢无去，官方的有啦，啊，但是民间的拢无去，我嘛毋知是安那，啊有记者了有帮阮问无，因为毋是台湾公司，所以毋知影，伊毋是台湾管的，所以嘛毋知，伊嘛台湾的嘛毋知，伊讲伊嘛毋知，但是因知影伊波有经历过，因知影去年的时间点有经历，啊，但是伊毋知影经历啥物物件。教育部分吼，爱政府可能爱到下手啊，就讲到教科册的代志嘛吼。那因为教科册我知影拢有课纲做一个完整的规定嘛吼，立法附伫内底。啊，毋过人权的代志800项嘛，啊，咱管理中是一个其中一个啊，迄落要出版教科册要安怎写吼，符合人权，出版商爱家己去做，啊，互政府去请专家来审查，啊，咱唐德忠若要甲藏入。敢有去做一部分的工作？应该还好呢，因为我后来知影有一寡囡仔知影唐德忠其实是看教科册，
伫我老师因为参考资料内底话会有，台南的话会有，话老师会教着会讲着，所以有一寡囡仔连到是一寡国中啊、国小的学生啊，是因为看考试好好读册，读着好好读着，也是老师教着的。因为呢，即马课纲含迄个教材只是一个参考尔，毋是完全的物件，是老师会对伊补充。嘿，即个物件会当反映的，讲每个都市其实每一个县市拢会有家己做，像比如讲台南市有出绘本嘛，他们在我们出漫画书嘛，有出漫画书嘛，伊是算较完整的，所以像迄个绘本就是全部台南市的中小学拢有，市政府出的，所以全部中小学拢会发。图书馆、中小学拢会发，所以各县市若去要求因做这个物件，囡仔就较容易，就是讲政府会当做的，其实有一寡政府和民间配合的，当去做的，嘛会使去做，就这种地方的人权教育这个物件就会使。教育部的人权小组的这个老师，全部拢是台南，我名是啊，全部拢是台南，所以这个寻找他们这票房上好的是台南市。台南市的票房比两个台北市还悬。保障嘛，全部拢是台南。连尤熙坤都是台南保障，我伫台北保障，真奇怪。